哈利路亞，感謝主。咁啊，我哋感恩當中裏面咧，我哋能夠咧係遠在喺深圳嘅我哋嘅鄭曉芳弟兄 Josh 咧，係而家嘅時間裏面咧係上咗喺我呢個 Zoom 裏面啦。咁啊，感謝主嚇，當中裏面咧都好清晰、清楚。咁咧就OK，Josh 啊，我再一次我代表我哋多倫多，我哋環分會係歡迎你。咁咧就好，多謝。係啊，好開心今日能夠同我哋弟兄姊妹嚟到分享下你嘅生命，同埋喺職場上嘅見證。咁咧，我哋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將呢個時間交俾你。咁咧，你分享完之後咧，我哋就有啲時間咧係有啲發問問題嘅。咁然後咧，我為中國同埋為職場嘅弟兄姊妹嚟到禱告。我將時間交俾你。好多謝 Samuel 哥哥，唔知大家聽唔聽得清咧？因為我都係第一次用過 Zoom 啊。係好清楚。可以啊。我咁樣嘅廣東話，大家聽唔聽得明㗎？我係潮州人，喺北京出世嘅。好清楚啊！好清楚啊！其他人嘅聲音暫時係聽唔到，係咪？係，因為我哋要專心係聽你講嘢。OK， 好，咁我就有20-30分鐘到嘅時間咧，就簡單分享下我嘅得救嘅經歷啦。同埋而家暫時喺深圳做緊嘅職場嘅一部分嘅一啲分享。咁我簡單介紹下我信主嘅情況啦。多謝雙人團契訓練咗我20幾年點樣講見證，希望冇生疏，因為好耐都冇同 Samuel 哥哥同好多朋友再分享我哋嘅得救經歷，我係好中意分享呢一段嘅。我咧就喺73年咧就喺北京出世嘅，我爸爸係潮州人，咁媽媽係浙江人，咁我喺北京出世咧就好有嗰個京都人嘅一種優越感，因為爸爸咧係一個畫家，媽媽咧就係全國嘅第一批嘅優秀嘅運動員。曾經咧就周恩來總理咧都接見過媽媽，因為佢係最年輕嘅全國運動員冠軍。當時我媽媽話，以前咧周恩來總理咧如果係接見一啲外賓咧，如果請一啲代表人物咧，會請2個人啦，譬如運動員就請打乒乓波嘅莊則棟啦，同埋佢啦一齊去接待一啲外賓。哇！我就覺得好有優越感。爸爸話咧，佢咧就好中意畫畫，佢咧係全國優秀嘅畫家。佢82年嚟深圳嘅時候咧，佢話全深圳咧得2個畫家，一個係佢，一個係姓黃嘅一個畫家。所以咧，我由細咧就好驕傲嘅，因為我係一個出生喺北京，然後咧爸爸媽媽都非常之優越嘅。但係我喺我心目中咧就好多問題咧，就係由細到大咧就經常問佢哋，佢係答唔到嘅。第一咧，我就問我媽媽，我話我係點樣嚟嘅咧？佢話你係垃圾堆出嚟嘅，好難講啊呢個問題，你點樣嚟嘅？呢個問題唔答你。咁我就問我爸爸，你驚唔驚死啊？以後死咗點算啊？咁爸爸就話：死呢個問題，我哋大人都唔諗呢個問題，你細路仔唔好諗啦。對呢個問題咧，亦都冇結果。咁我就仲有家姐，我就問佢：你驚唔驚死啊？咁由細我都經常問呢啲哲學問題同埋一啲死亡嘅問題。咁家姐就話：我俾篇古文你背下啦。人生自古誰沒死，留得乜乜乜。然後黐喺個牆上，我都唔知係講乜。所以咧就由細到大咧冇人答到呢啲問題。終於讀到初中啦，我可以問生物老師啦，點解馬騮變人唔係人變馬騮咧？咁老師就話呢個係最偉大嘅一個猜想，一個理論，你背就得噶啦，唔使問咁多。咁就由細到大咧就完全冇答案嘅。喺93年嘅時候咧，我親愛嘅父親咧係我世界上最好嘅朋友，佢因為心臟病咧，佢就越揾院嘅離開咗我哋。咁我係好對呢個社會、對人生、對生命我好絕望，因為仲有108日我就高考啦。但係咧，我嘅爸爸咧就永遠離開咗我哋，因為心臟病。咁佢得56歲，喺呢個最風光嘅時候，市長專車接送嘅一個畫家，竟然咧就喺56歲嘅3月11號嗰日，喺人民醫院咧就永遠離開咗我哋。咁我覺得人生係原來係冇意義嘅，即使喺個殯儀館咧，成千人喺度送別佢，然後都係
一溜煙咧就翻個盒度，永遠可能再講唔到説話，分享唔到佢嘅願望，見唔到佢嗰個人。所以我覺得人有咩意義咧？人喺呢個世界，所以我覺得呢個世界可能再冇歡樂俾我噶啦，再冇意義俾我啦，再冇永恆嘅價值俾我啦，我非常之失望。咁喺我準備放棄考大學嘅時候咧，我隔離有個鄰居咧就高考失敗，比我大一屆嘅一個弟兄，佢信耶穌幾個月，咁佢睇咗報紙咧，佢知道佢嘅鄰居一定好傷心，所以佢踩住單車咧就嚟住我學校，我哋讀緊書晚自習嘅時候咧，佢就分享，佢問我有咩可以幫到你，我信咗耶穌咧，希望耶穌可以幫到你。我喺度想笑佢，我想打佢添。我話我係一個市級嘅團員，你西方鴉片嚟同我講耶穌，我而家咁傷心，你仲同我講啲迷信嘢，非常之失望，就想打佢。但係喺佢嘅眼中咧，我睇到一絲咧一種單純同埋一種愛，一種唔係自私嘅，唔係來自有咩目的，佢淨係想同我講多兩句嘢嘅啫。所以咧，我收翻個拳頭。我就講多一句咧，就話我都想了解下人死咗之後去咗邊。如果你解答到咧，我都想了解一下你哋嘅信嘅係咩耶穌。如果我心中咧仲有一句説話咧就冇講。如果睇到你哋搞緊呢個影響國家安全嘅嘢，我就顛覆我哋嘅話，我就會拉晒你哋，我就會捉晒你哋去走。但係咧嗰幾晚咧，佢就帶我去咗一啲聚會啦。咁同佢哋一齊唱詩歌，好多人係佢哋來自唔同嘅地方，年齡又唔同，性別又唔同，但係唱起歌嚟咧，好似大家好向往一種好難講嘅一種狀態，同埋每個人個眼神流露出嚟嘅咧，都係一種好單純嘅愛，好多渴求。咁我心目中其實都有一啲疑問嘅。嗰晚咧有個姐姐咧就講緊耶穌釘十字架嘅嘢，我係聽唔明嘅。但係佢臨走嘅時候咧，佢同我做一個祈禱，佢話呢位朋友，我可唔可以為你做一個祈禱？我大概知道你發生啲咩事，我哋希望同你祝福。我心目中諗咧，如果係唔使俾錢咁咪禱告下咯。咁結果咧佢哋就好多人同我祈禱，其中咧呢個姐姐就講咗一句話咧，就捉住我個心。我諗聖靈可能藉住佢嘅話咧，就打動咗我。佢話天父，如果你願意咧，雖然 Joshua 咧失去咗地上嘅爸爸，希望你藉住佢呢嘅經歷，可以令到佢揾到一位一直愛緊佢、呼召緊佢嘅天父。我話我仲有天父嘅。即刻佢感動咗我，同埋我就問點樣禱告咧？佢就俾咗個小冊子。我心目中對耶穌咧，以前係好多誤解嘅。我以為要點樣坐啊，點樣擺手指啊先可以禱告。原來唔係嘅，禱告就係發自內心咧，同呢個天父咧做一個交流，將你心目中嘅一啲願望啊、壓力啊、一啲嘢尋求佢嘅幫助同埋指引。原來咁簡單嘅咋。所以咧我就開始咧就喺我嘅經歷當中咧，就試下有祈禱呢一樣嘢嘅啦。咁我記得啱啱開始祈禱嘅時候咧，我諗大家喺會議室入邊嘅基督徒就一定有經歷啦，有好多啱啱初信嘅時候咧，有好多奇妙嘅祈禱咧係發生咗一啲回應嘅，我都不例外啦。譬如連鎖匙唔見咗，揾耶穌啦，耶穌又幫手嘅。老師病咗，祈禱原來老師又可以醫翻好嘅，好多嘢咧。嗰陣時就覺得好巧合，呢個耶穌又好似真真假假，又好似喺度喎。但係咧，佢就一步一步咧就帶領我參加咗聚會，慢慢個心情咧就穩定咗落嚟。以為咧我淨係踢波咧就準備守龍門嘅人，準備點解守龍門咧？就係可以一個人流眼淚冇人睇得到嘅。因為我成日就覺得，呢個世界有咩意思咧？有咩歡樂咧？人生不過如此，賺錢又好，口都聽話又點啊？不過咧就信咗耶穌咧，個心目中咧有種超越咗自己生命嘅一種盼望。原來咧生命係好有價值嘅，原來可以咧幫到好多人嘅。原來有好多人係響死亡面前好無奈嘅，但係咧耶穌可以幫到佢哋，有永生嘅盼望，有再
做好自己家庭，做好教育，做好商業嘅一種奧秘喺度。所以咧就一步一步咧靠住聚會啊，靠住弟兄姊妹幫手咧，我咧就喺108天之後咧成功考取咗大學。本來就放棄嘅，好多人勸都冇用嘅。但係基督徒同我一齊聚會咧，冇人勸我考大學啊，反而咧我個心咧就俾耶穌勸到咧，可以平靜到落嚟，可以咧超水準發揮，比重點分數線咧仲高咗20分咧，考取咗深圳大學管理系，入邊都發生咗好多見證，一路都有祈禱之後嘅一種經歷。我諗上帝目標唔係話叫你去讀大學啊，或者係目標係叫你改變乜嘢啊，執到鎖匙啊，老師醫翻好啊。我諗成個過程當中咧，都係佢一路咁樣帶領我咧，更加認識創造生命嘅主，點解要創造我哋，點解要我哋去職場，點解要佢哋成立家庭，點解要去做咁多嘢咧，都係為咗認識佢，都係為咗認識佢所創造嘅我哋自己嘅生命係要點樣嘅成長。當中咧高高低低、軟軟弱弱咧，有剛強又軟弱，有見證又剛強啲，有啲環境就失望啲。但係咧，其實一路回頭咧，都行過好多高高低低，行過好多路，亦有冤枉路，亦都有直路。咁咧，主耶穌咧都係一路嚟帶領。咁咧，依家咧我就有一個太太，6位小朋友，咁當然係2個男仔4個女仔嚇。好多人係認為我以為係我為咗追個男仔先生咁多，其實係因為我係完全尊重國家嘅要求，但係咧就如果佢自然嚟咗咧，我哋都就更加去尊重上帝嘅要求，咁啊保護呢啲小朋友出嚟。雖然有好多壓力，但係咧原來主耶穌嘅保守咧，其實都係頂得住嘅。咁啊依家咧就國家咧就放開咗計劃生育呢一點，其實就冇咁多好似我哋生第2胎嗰陣時追住我哋去罰款，而家冇噶啦，而家就好開放噶啦，同埋鼓勵添。所以我覺得憑信心行每一步咧，睇落都好艱難，但係個環境咧，你經歷咗之後，你發覺咧，其實真係可以行到水面上嘅。咁啊，我而家咧就做緊嘅生意咧就係2樣嘅，一個係房地產嘅一個銷售，一個就係我做緊一個平台，做緊易貨。咁點解要做易貨咧？就因為睇到疫情期間咧，大家都冇錢，但係咧個個都搏命保住自己嘅品牌同埋自己嘅產品，仲有好多服務。咁大家喺冇金錢嘅基礎上，可唔可以進行交易咧？我哋就喺深圳咧，就喺2013年嘅經驗上咧，就做咗一個互聯網嘅平台，就幫助大家有產品、有期貨、有服務、有時間嘅人咧，進行一個乾坤大轉移，變成自己嘅價值，變成自己嘅需求，變成其他嘅福利。好多人佢話我冇產品，我冇其他嘢，我可唔可以換到我需要嘅產品？我覺得你有時間就係上帝俾你嘅資源，你有資訊嘅信息，我哋做功德公價咧，我哋運用聖經嘅原則咧，原來聖經所講咧，得貨財嘅能力係出於耶和華，即係賺錢嘅能力咧係一定從神嘅智慧而嚟嘅。自從我哋開通呢個平台之後咧，我哋就唔會成日嗌住冇錢嘅啦，因為咧我哋係可以利用我哋所了解、所擁有嘅一啲資訊啦，獲得我哋想要嘅一啲資金或者係其他嘅產品。所以喺職場方面咧，上帝咧好好大大咁樣帶領我渡過咗呢個疫情嘅難關。其實我哋喺春節之前咧，本嚟生意係好緊嘅，收縮咗，因為我哋都做咗10年嘅聖經播放器做電子產品，係做到後邊咧都比較艱難，我哋就收咗反而因禍得福。第一咧就冇觸碰咗後來出嚟嘅一啲國家條例，第二咧就係我哋嘅人手從30幾個人咧收縮到好得返幾個人，咁睇落係好失敗嘅一件事。但係咧因為疫情咧就反而咧保護咗我哋咧，就唔使租咁大嘅空間同埋請咁多人。咁我哋喺疫情期間咧，我哋做咗呢個平台咧，亦都促進咗我哋嘅房地產嗰一塊嘅銷售啊、融資啊，同埋促進咗我哋喺互聯網方面咧，就得到好多資源嘅幫助。所以呢1-2個月咧，我哋有好多嘅事情發生緊。
所以我已經經歷慣咗啦。每一次咧就跨過嘅難處咧，都一次比一次難嘅。最早一次咧，可能為咗800蚊，我哋過唔到去啦，都諗住，哎呀，下個月出糧都出唔到啦。點搞咧？呢個喺1999年嘅時候，我第一次出嚟創業咧，就係憑住800蚊出嚟創業啊。咁啊，第二個月如果冇800蚊咧，就可能做到嘢嘅啦。咁主耶穌咧就供應咗俾我哋。咁2002年咧，我哋做到行業十大廣告公司啊。嗰陣時係可能為咗8萬蚊冇咗，我哋就已經係好冇面嘅啦。但係咧，經過祈禱，經過一啲符合聖經原則嘅嘢咧，其實都過到嗰個原來。咁啊，跟住就可能有80萬嘅難關同埋800萬嘅難關，一路咧，我睇到個 muscle 咧就不斷咁樣屬靈嘅 muscle 咧就不斷增加。每一次就覺得原來係咪上帝忘記咗我啊？點解咁艱難嘅嘢擺喺我面前嘅？係咪我軟弱啊？係咪我犯罪啊？我對自己都好多定罪啊，都唔係嘅。而家諗落咧，其實主咧都係用緊佢嘅方式咧訓練緊佢嘅一線嘅運動員，因為佢需要一啲人去打仗去做見證，佢一定要操 fit 佢，有啲嘢咧就一定要佢經歷。所以就我個回頭望落去咧，我覺得依家遇到好多，如果係失去生命啊，或者失去金錢啲挑戰啊，或者一啲新聞咧，其實我個心咧係唔會亂嘅，同埋死亡咧已經唔似20幾年之前咧咁得人驚，同埋咁嚇到我噶啦。我覺得有耶穌嘅盼望，有主耶穌嘅保護咧，我嘅可以好平和咁樣同一啲人分享死亡，分享一啲盼望。喺我做生意嘅期間咧，有好多有信道教啊、佛教啊，有啲朋友每一次我哋探討死亡嘅時候咧，其實聖經係全勝嘅，主耶穌嘅話語係最有號召力、最有影響力、最有說服力嘅。所以我覺得選擇咗同埋俾耶穌揀選咗成為基督徒咧，係我一生最大嘅喜樂、最大嘅盼望。而家我踢波咧都唔會選擇去守龍門嗰個崗位噶啦，我咩場位、咩崗位都去。咩位置都可以做噶啦，做咩運動咧，我都好開開心心。咩環境只要有佢見人嘅機會咧，我都想去見，因為有分享耶穌嘅機會。所以響之前嘅商人團契嚟咗深圳啊，嚟咗大陸咧，我都會全場跟到足嘅。譬如阿 Hugo 哥哥嚟啊，無論去邊個省市啊，我哋都會去分享。我好中意參加餐會，好中意去分享耶穌。我哋都響緊每一個場合。傾生意嘅時候咧，表露我係基督徒。第一係可以減少一啲誘惑、試探同埋一啲犯罪機會。第二咧，又最重要嘅係可以分享到耶穌。所以每一次咧都得到，如果生意做得成咧，人哋可以覺得，都有機會分享下耶穌。生意做唔成咧，我哋又少犯罪。所以我覺得表明身份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嚟嘅。同埋特別喺大陸，好少人講自己係信耶穌嘅企業家或者係職場人士，因為未必有得到咩著數。但係我覺得呢個最大嘅著數咧就喺天上嘅。神又保護我少啲去犯罪，同埋保護到我咧喺傾生意嘅時候咧，有啲正直嘅人咧，佢好中意同有信仰嘅人接觸；唔正直嘅人咧，佢就同呢啲眼前利益嘅人合作。呢啲人咧，如果合作起嚟咧，就好麻煩嘅，劈都劈唔甩嘅。所以咧，我就用咗呢個簡單嘅方式喺大陸咧，我覺得個生意咧係越做越順嘅。我覺得跟住嚟嘅祝福會越嚟越大。雖然咧，大家睇到成個全球個環境唔係咁好，但係我覺得我唔係睇呢啲環境同埋呢啲新聞嘅。我哋喺另外一個世界嘅新聞同埋另外一個世界嘅一個指標，我覺得只要準備好嘅人咧，一定喺呢個環境當中可以非常如魚得水咁樣可以做好自己嘅生意。我覺得冇乜理由做唔好生意嘅，唯有係自己嘅原因。所以我就分享咁多啦，睇下你全哥哥你有咩指導，我哋仲有啲咩可以講嘅，或者係回答大家嘅問題。係，因為完全冇聲，所以我唔知大家有冇聽唔聽得到，未習慣呢種分享方式。係。OK，咁咧就首先咧好多謝阿曉芳今日同我哋分享啦。咁咧就大家咧可以，如果你想有啲咩問題問阿曉芳，或者有啲回應嘅話咧，
你都可以開咗個咪或者你講一講係你邊位，咁然後你可以發問題，我哋將時間交俾大家。我睇下我可唔可以睇到咩位嚇？依家係4個位。鄭弟兄你好，係你好，我叫 David Wong。你好，睇到 David，你好。我都喺加拿大即係好開心今日係見到你呢一個分享，即係我覺得好親切，同埋你所講嘅即係同我即係喺領會即係一個來自中國嘅弟兄咧嚟講咧好親切嘅一個分享。咁我自己都係喺呢個廣告行業咧，我係做呢一個噴畫嘅，我做咗26年啦。咁其實都好奇妙啊！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今日已經退咗休啦。我喺7月1號嘅時候咧，就係正式退咗休。咁亦都可以話係頭先你分享嘅一個好例子，就係話我都曾經係一間好大嘅公司。但係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一路咁縮小嘅時候咧，咁咧可以話個疫情嘅時候咧，我係個 impact 係最細。如果唔係咧，就可以係好大鑊嘅。咁就即係我聽完你嘅分享之後咧，覺得你其中有一點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話再提醒翻我自己就係話人嘅需要咧，其實唔係好多。其實我哋最重要咧，都係有神嘅話語同埋神嘅一個帶領。咁我哋條路咧就易行啲，冇咁慘。如果唔係咧，即係個引誘同埋呢個世界咧係可以大跨地好多嘅。咁我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好欣賞你嘅就係話你做一個即係平台咧嚟算去幫助大家咁樣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好嘅 idea。咁因為如果唔係有呢個疫情嘅話咧，我相信我同你今日係唔會見到面嘅。係啊。所以呢個世界咧，每一樣事情咧，萬事互相效力，叫愛成的人得益處咧，呢樣嘢係我哋諗都諗唔到咧。因為呢個疫情咧，我哋而家每一個家都係成為一個教會。每一笪地方可以都有基督徒，咁呢樣嘢咧，唔知神係咪特登做咗樣嘢出嚟？我哋係冇人會知道，但係可能到我哋有一日返到天父嘅時候咧，佢會話俾我哋聽。咁我多謝你嘅分享。好多謝你嘅回應，鼓勵我。我都回應少少，我都係認同上帝每一個環境佢都有佢嘅作為嘅。咁得時不得時，我哋都有機會分享到耶穌。而家係有線上線下都可以分享到，我覺得非常之好。雖然今日第一次用下，麻麻地嗰個唔係好適應，但係我覺得都係一種好好嘅感受。我哋喺大陸係用緊騰訊嗰個咧，就稍為我適用啲。今日我希望唔會令到大家唔方便啦。阿 Samuel 哥哥，好。咁咧就多謝阿 David 嘅一啲嘅分享同埋回應。咁就我希望多啲時間，弟兄姊妹你可以大家回應同埋一啲分享或者係發問啦。我將時間交俾大家。同埋我都補充下 David 哥哥佢所講疫情期間反而有啲人可能受影響比較細啦，或者有啲人可能影響比較大啦。咁我覺得呢個固然係一種祝福，或者係一種神嘅帶領，但係我覺得仲有個更加高嘅一個帶領，就係無論你係蒙福嘅，或者暫時有困難嘅，我諗都有神特別嘅帶領。最主要係你要響呢個事情背後同主建立一個真實嘅關係，同埋明白佢嘅帶領，咁樣咧就可以令到我哋無論係未必見證一定係非常之幸福啊，或者非常順利先係主嘅同在啦。我諗聖經入邊都有好多偉大嘅領袖同埋特別揀選嘅人，有不同嘅經歷。我覺得佢哋最統一嘅經歷就係與神同行。唔同嘅係唔同嘅環境，
所相同嘅咧，就係佢明白主嘅同在。我覺得我哋被創造喺呢個世界，無論經歷乜嘢，最重要係與主同在啦。係啊，周助你好，係見過面啊，之前都嚇。係，我點樣可以睇到佢呢個頁面咧？我係咪要褪翻去點樣嘅位置？睇咩個樣啊？係。我睇下先。阿曉芳，你將佢咧轉右手啊，向右推嗰個平面。係。你可以揀一個叫做 Speaker View 嘅 Speaker View 咧，就係邊個講嘢咧，個畫面就最大。我睇到係咪Susan Simpson 係睇到。你好，幫你好。係。多唔多嚟㗎？係雙人團契。而家睇唔到我自己啦，唔緊要。OK，係。好。我想問咧，我唔知你你可唔可以咧即係而家教會嘅情況點解大陸嘅情況啊？即係我哋想了解下同埋係。咁你想了解大陸嘅教會嘅邊一方面咧？我嘗試睇下我了唔了解。譬如聚會啊、成啊，同埋有冇即係聚會嘅形式係咪？係啦嚇，出邊所講係咁係咪？而家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大陸大部分都係而家都係線上為主嘅啦。而家線下咧就連三自教會咧都比較少去聚會啊。咁線下咧家庭教會就各種方式啦，都有啲係小組化啦，或者係通過騰訊嘅會議系統啦，亦都有係用 Zoom 嘅比較少啲，因為佢個系統有時唔係咁穩定，同埋依家我用緊咧一定係用緊流量先得，如果用 WiFi 咧就睇唔到，所以有好多人就未必捨得全部用流量去開會㗎啦。或者教會都有開放，但係唔係咁多人返喎，教會話。其實依家就線上聚會多啲㗎啦，大家都適應緊。不過中國大陸咧都係農村同埋老人家多，所以呢種方式咧應該係打擊咗好多想聚會嘅中老年人家。我哋年青人或者職場嘅人反而大把選擇，仲加多咗信息添。但係咧就精英分子冇問題。但係依家咧就最難受嘅應該係啲中老年嘅信徒同埋農村嘅信徒，佢哋係冇咁多方便嘅嘢，同埋牧師咧佢都唔識搞好多線上嘅嘢，除非佢嘅同工非常年輕同埋有一種能力去幫到佢。我知道嘅福建啊好多三自教會佢哋嘅同工都可以幫到佢牧師咧去搞一場線上嘅直播啊或者係一啲主禮一啲嘢。但係總體嚟講，應該影響都係影響聚會㗎啦，比較大㗎。咁其實咧好特別啊！其實sorry，阿先同你繼續講。好，咁雙人團契嘅聚會上面，有深圳啊，同埋或者係有冇廣州嗰邊啊？你有冇去廣州啊？雙人團契咧，嚴格嚟講，其實都已經變咗名同埋變咗方式喺大陸，因為我哋就喺大陸唔方便運用一啲行政上或者品牌上邊係同海外有直接嘅關係㗎啦。咁但係雙人團契帶出一種生命同埋一種見證同埋一種方式咧，係影響咗千千萬萬嘅男人同埋基督徒嘅。呢個現象已經發生咗，因為喺深圳啊、廣州啊、北京啊、福建啊好多地方咧，大家知道男人嘅特殊性同埋有個特殊嘅聚會嘅方式。所以咧都有好多團契都做緊自己嘅男人事工雖然未必係佢嘅分支係一定喺行政上邊同美國邊度啊或者香港邊度有直接嘅關係，但係佢哋領受緊從天而嚟嘅一種異象，從天而嚟嘅一種方法，點樣去即係將男人分類擺喺一個地方，通過一啲種集訓，通過一種特別嘅愛關懷，令到佢哋有自己嘅價值，有自己嘅能量去產生咗之後去服侍其他人。我覺得呢種方式咧係多謝當年嘅 Hugo 哥哥啊、力全哥哥佢哋用咗咁多時間、金錢同埋愛擺喺大陸，亦都喺廣州、深圳其他好多團體咧。我哋未必叫雙人團契，亦都未必叫工商團契，亦都未必叫 CBMC。我哋係做緊一樣就係叫職場嘅人同埋男人咧，可以專心定位同埋分類做翻我哋針對我哋嘅一啲服侍。咁而家都摸索緊，咁專門嘅呢種參會咧就少咗啦。
依家疫情期間直情冇添。咁啊，但係大家嘅聯結咧，同埋大家用心做好自己嘅生意嚟服侍主咧，呢種領袖咧，其實係大大改觀咗大陸基督徒對職場嘅恐懼或者對生意嘅一種拒絕。我覺得呢個係一種神學上嘅一種幫助咯。通常基督徒我哋都唔想做生意啊，想去讀神學啊，或者係想去離開自己嘅生意圈子啊，去揾翻基督徒啊，去逃避一啲壓力。但係商團契帶到俾我哋睇到咧，就係職場侍奉其實都係一種敬拜啊！職場侍奉係我哋一種使命，職場侍奉係我哋傳福音嘅禾場。所以咧，就如果係訓練得到咧，其實魔鬼係好驚我哋呢種殺傷力嘅，因為我哋係俾我哋匿埋喺一間教堂入邊所影響嘅社會，我覺得係仲加大嘅，特別係社會精英分子同埋一啲企業家們。如果你即係每個星期匿響一個室內去講100人嘅古仔咧，其實係冇乜影響力嘅啊。但係如果係真係響社會方方面面，響你嘅產品、響你嘅家庭、響你嘅社會價值或者係一個責任所做嘅符合聖經原則嘅嘢咧，會有好多人睇到。而家有好多媒體，有好多工具係可以睇到你做緊乜、講緊乜，你嘅價值觀係乜。如果你對緊社會講緊呢啲嘢咧，係一定令到人哋會去考慮下信耶穌係乜嘢事，值唔值得去信。可能有一日有人同佢講耶穌嘅時候咧，佢唔會好似當年咁樣，我想打佢啊，因為咧有好多唔美好嘅見證咧，係響社會嗰度講嘅，唔係響一間房仔入邊講嘅。我覺得而家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通過互聯網啊，通過一啲媒體，大家可以用各種方式嚟分享，原來有一個愛生命嘅主同埋生命嘅主宰，大家唔使咁驚死。依家其實疫情咧係令到好多人思考死亡係咩事，死咗點算？如果萬一唔好彩，真係有咗呢個新冠病毒點搞咧？其實咧一定要思考呢個問題。好，唔該咗數啊。好多謝你嘅問題，我都嘗試回答睇下深圳嘅情況啊，同埋大陸嘅情況俾你。歡迎，如果有機會方便嘅時候飛嚟飛去咧，嚟大陸睇一睇啊！我諗即使主耶穌再嚟都唔怕，咁我哋都係有機會見面。所以雖然而家遙遙無期，唔知幾時先可以大家自由飛嚟飛去，但係我諗我哋嘅心係唔會俾呢個環境限制到嘅。而家好親切，好近啊，喺我面前咁樣。係啊，有互聯網，而家你哋都已經飛咗嚟㗎啦，我都飛咗去㗎。係咩？越南都到啊！係啊，我姓周，周星志，我係越南嘅。點樣去碌到面？碌到未？係咪咁樣？係。呢個係咪叫做 Charlie Joe？Charlie Joe 係啦 ，Charlie Joe 係，我係姓中文名咧就周正志。好高興今日能夠即係話聽到你嘅見證係非常即係好感人，而且咧係殺傷力好大嘅。你呢個見證，我相信即係話能夠觸摸好多未信主嘅人，因為你個生命真係影響生命。所謂頭先好一句即係叫話一線嘅運動員，亦都你講到好多重點嘅，就係話你對於死亡嘅睇法，即係唔怕。你能夠帶俾人好多嘅盼望，尤其是喺呢個疫情中，好多人係好彷徨，唔知道將會係點樣。咁但係咧，你頭先講到咧好多嘢咧，你唯一你揀選咗呢個偉大嘅，即係叫話我哋嘅真神主耶穌基督，佢真係能夠俾到我哋一切嘅答案。所以我哋即係叫話，你亦都有講到，即係叫話我哋個基督徒係真係有另外一種嘅世界嘅價值觀。我哋嗰個喜樂，我哋嗰個生命真係能夠影響好多生命。你個價值啊，對於男人呢個咁樣嘅侍奉個愛啊，尤其是喺呢個咁樣嘅環境中，你能夠即係話諗出呢一個咁樣個生意喺呢個 website
即係話呢個新嘅帳業嗰度嚟到點樣互動啊？喺呢個職場方面啊，非常非常嘅有價值，係咯。咁樣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你呢個見證就俾我感覺到你非常嘅剛強壯膽，因為你喺個環境喺嗰個地方我同你都係一樣喺呢啲咁樣個地方，但係咧真係當你知道我哋嘅主耶穌係已經得勝咗死亡，你唔再驚，因為你所講緊嘅係一個事實，你所經歷咁多嘅神蹟奇事你能夠即係叫求神應允你老師能夠醫好好多好細微嘅嘢，但係神即係叫話係聽我哋嘅禱告我好感恩即係話聽到你呢個咁樣嘅見證，俾我感覺到即係話係一個好大個鼓勵希望我都能夠即係話慢慢嘅學習，咁能夠真係喺呢個生命中能夠做佢一線嘅運動員其實我個問嘅話咧就冇咩問㗎啦，因為問嗰啲嘢頭先Sam Simpson 都已經問咗，我哋顧慮擔心嘅話咧都係一啲即係叫話教會能唔能夠運作或者弟兄姊妹點樣成嗰啲咁嘅嘢。但係我相信即係叫話無論點樣都好，即係都唔會話差得過好似當初初代教會嗰陣時嗰種問題。但係神有佢個美意，就係話係初代教會啲人係咁樣發生啲事咁保羅一路去逼迫啲人咁啲人係咁一路嘅走散咁其實神有係一個美麗嘅策劃，係啦。我哋佢個思念，佢個想法各方面嘅嘢，佢個意念係大高過我哋嘅意念，所以我哋只需要係信服，多啲禱告咁樣。好多謝你，我冇咩問題，你鼓勵咗我好多，多謝。周哥哥，你喺邊度㗎？我喺胡志明市嘅。胡志明市都咁清晰嘅，咁好係越南都發展得好好主有大使用。係，多謝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聽得到我的聲音嗎？普通話親切的聲音是從哪裡來的？我姓李，我是生在重慶，長在台灣，退休到加拿大，我現在是這邊的老姊妹。您這邊是沒有畫面的吧？因為我是用電話，因為你剛才提到說大陸這個農村這些只有電話的時候很不方便，其實我現在用的就是電話，所以你Samuel 可以給你那個連接的電話號碼這些我看你打的是國際長途。不，我現在打的是不需要，就是 local phone call， 就是地方上的，不需要沒有任何 charge。太好了。所以我們就可以通過這個電話，只是我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我。對，那剛才廣東話你聽得懂嗎？廣東話？我可以聽個100%，我被 Samuel 他們已經訓練出來了，我可以聽懂100%。一線的特別的運動員。所以就希望，因為這個平台實際上真的是非常方便，可是很多人都以為非要用iPad， 非要用科技才能夠聯絡進去，其實就是用電話，什麼而且也不是長途。很好。所以非常方便謝謝你的分享。好的，米姐，希望我能做什麼為你們效力。以後如果要去中國大陸的時候就馬上找你。好的，歡迎，希望我們那個時候我們做的項目，我們的樓盤可以接待大家聚會。OK， 謝謝。然後我們的平台可以讓千千萬萬各行各業的人一起來互相全價值的互助，是我們的口號。每個人沒有產品就有服務，沒有服務就有時間，一定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Yes， 阿妹。其實也分享一點吧，既然我們在這邊其實像你說的，
任何一个部门啊，你任何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它都有神的美意，它让信神的人得益处，真的是互相效力。我自己其实我的信主经历也是非常的，其实我起初是非常反基督教的，我是说这个外国人的教，这个跑过来把我们糊弄进去就算了哈。可是后来神一路用他自己的手就把我这个非常单纯的人就给一步一步给带进来了。所以我们只要相信神，而且像这一次的疫情很多人都是遭到很大的亏损，这些我在这里真的是享受到神的恩典，他的赐福，他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一直给我一些看起来像是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可是借着你的借着这个信心，根本我就相信神，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有你的美意在。是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次疫情我看到一个圣经话语的应验，就是神拦阻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不单只是各个企业还是个人还是国家，我觉得都是这个结果，让我们再一次敬畏上帝所说的话语。阿们，阿们。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借着信心，最后坏事通通都变成了好事。是的，感謝主，讚美主，哈利路亞，阿們。阿們。係你好，我哋好多謝阿大恩姊妹嚇。OK，阿 Michael，係 Michael。鄭大兄你好，係。我就揾一揾你啊，我唔係好識用呢個，我點樣對？頭先聽到你好好嘅分享嚇，咁你有幾個好多啲術語咧，我係未聽過嘅，屬靈不屬，屬靈不屬啊，真係幾好啊！呢個詞語嚇。咁頭先我聽弟兄咧你講都你個經歷我諗係好特別啊，因為平時我聽人分享咧都好少會將嗰個形容詞咧去用啲特別嘅唔同嘅去代表。頭先你講到你話由800蚊到8萬蚊係咪？到800萬，到每一個嘅做生意嗰個關口係咪？即係突破嗰個關口。咁我相信即係上帝咧係俾人咧都有好多啲提示。咁好啦，咁我想問就係話唔好意思啊。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你做一啲更大嘅生意嘅時候咧，你點去喺神嗰當中裏邊去得到即係清晰嗰個人名？因為你頭先講由細到做大㗎嘛，係咪啊？咁呢個係可能係即係你自己你個人去分析去睇呢個生意前景有冇得做，呢個都係難免嘅。但係問題點喺屬靈嗰度係睇得到咧？即係你呢個係我都好想去學習下。你個問題係點樣分辨呢個旨意係咪從神而嚟嘅？係咪？特別係喺一個更加高難度挑戰嘅嗰個關卡。即係譬如有啲好特別難收嘅帳，或者係特別難去處理嘅一啲糾紛嘅時候，點樣去面對？點樣靠主去渡過？係咪呢個問題？係啦，即係頭先你講過，咪有幾個關口？由細生意做到中型啲，再大啲嘅投資額。我頭先我想解釋下，我嗰個800蚊咧到8000蚊、8萬蚊咧，係每一次咧都係一個死亡關口嚟嘅，唔係一個簡單嘅選擇。因為可能為咗800蚊，我哋執咗笠㗎啦，因為出唔到糧。可能咧下一次關口咧就為咗8000蚊冇咧就已經有人告我哋㗎啦。每一次咧其實個難度都係睇落都死啦，都係冇得救㗎啦。但係咧都係跪低啦，都係喺度無奈啦，都係祈禱啦。當然呢個係我自己嘅總結咧，都係一個小目標面前嘅一種選擇，係一個無奈嘅選擇，因為我冇其他幫助啦，就唯有祈求主㗎啦。
當然你想問嘅係你點樣可以分別到呢件事情係咪從主而嚟，或者點樣跨過去咧？我覺得冇選擇嘅，因為我哋第一我哋係正常生意，一定要跨過去嘅，冇得選擇，一定要揾到呢一筆錢去解決員工嘅問題，或者係租金嘅問題，或者係好多問題，我哋要按住聖經嘅原則咧，要去平衡到，即使自己蝕底咧，都要平衡到所有人嘅利益。所以從做生意到依家咧，除咗我冇錢去解決問題之外咧，我嘅本意咧就係一定係承諾到嘅嘢咧，一定要做到。通常咧就係做唔到係原因係實在太困難啦。所以咧就每一次困難嘅時候咧，我哋唯一嘅選擇就係禱告噶啦。我記得係響幾年前嘅一個春節咧，我哋如果冇30萬咧，就俾包工頭可能要告我哋嘅啦。因為喺大陸咧做生意咧，如果你欠民工嘅錢咧，你又唔使走噶啦，即刻拉嚟。嗰一年咧就我跪喺嗰個酒店入邊咧，我就同主講：主耶穌，如果係聽日就係除夕，即係新年嘅最前一日啦。如果係銀行都關埋門咧，你即使話有錢俾我都唔信噶啦。所以咧我哋就真係過唔到呢關噶啦。拉咧雖然係拉咗開發商，但係我係幫緊開發商咧，我都覺得好過意唔去，因為我嘅責任咧就係幫開發商咧包銷佢嘅產品，一直扶到佢開盤嘅。所以我跪喺開發商所安排嘅酒店入邊咧，我就求主好大嘅平安咧就臨到，我哋係解決唔到嘅，因為個樓盤咧都未攞到預售證，係過唔到關嘅，冇人會呢個時候俾錢嘅。亦都冇可能去借錢借得到，因為年近年關咧，所有嘅人都唔肯借錢嘅，除非過咗15之後咧，或者有啲人有閒錢。所以呢件事從人嘅常識入邊係真係過唔到。但係嗰日咧就祈禱之後咧，第二日就唔係第二日係當日咧就有人打電話嚟要睇下我做緊乜，想望一望睇下有啲咩著數。我話冇咩著數㗎啦，而家老細就爭30萬就要過年。如果你肯買一套房咧，咁啊就雖然係期房樓花嚟嘅，咁我哋留翻啲空間俾你，但係你有冇錢？有冇咁多錢可以俾到呢個項目？咁咧就傾咗2句，竟然唔知佢現場就碌咗65萬，咁啊就買落咗個訂。但係呢件事情從我做生意到依家係冇見過咁樣嘅事情會發生嘅。因為完全係憑一個簡單嘅信心，同埋我都唔識呢個人，最緊要係唔識呢個人所以咧就到依家我都覺得係好奇妙嘅一件事。依家呢個項目咧就順順利利咧就攞到好多嘅證件啦，各方面都順順利利啦，所以我就覺得好奇妙。你如果講邏輯啊，講嗰啲自然科學啊，都解答唔到呢個問題。但係呢種事情喺我生命當中發生咗唔止10次8次㗎啦，都係每一次咁艱難嘅時候，我真係無助㗎啦，老細都俾人拉啦，我自己都冇錢幫佢，咁大家資金都已經好困難㗎啦，點會有30萬咧？結果嚟祈禱之後有65萬碌咗落嚟，仲奇妙嘅時候係喺銀行關門之前嘅半個鐘頭，將所有嘅手續做晒，所以老細真係好開心，我哋呢個團隊咧都好開心。都攞到我哋應得嘅一啲佣金，所以呢件事情咧，喺我做廣告啊、做銷售啊、做依家嘅平台咧，成日發生到我都已經借咗啦，大困難我都唔使咁驚噶啦，因為咧肯定有奇妙嘅事情發生。所以要係咁樣咧，喺每一次談判嘅時候咧，每一次困難嘅時候，我都可以安然度過，即使仲有好多挑戰，我相信咧，主耶穌喺度，我哋唔單止係為咗生意嘅成功同埋利益嘅保障。最重要係知道大嘅使命係乜嘢，最主要知道咧，主叫我哋經歷呢啲嘢，最重要嘅目的係乜嘢。如果你把握到呢一個重點咧，我覺得就會唔會成日為咗呢啲小事情嚟怨得怨失啊，或者係影響心情啦。我覺得呢個喜樂咧係因為你同主同在嘅原因啦。感謝主。我諗信心有陣時就唔係喺呢度啊，唔係個腦度，有陣時信心就喺膝頭哥嗰度。係啊，呢個同埋膝頭哥都唔係我哋嘅選擇，係真係環境令到我哋屬靈起嚟嘅。
多謝環境，有時多謝主。我咧就喺多倫多嘅嚇，我喺滿地多倫多兩邊走嘅加拿大。咁想弟兄咧，你向我哋加拿大嘅從事生意或者唔同嘅弟兄嘅，即係有啲咩嘅鼓勵説話可以俾我哋？因為我哋加拿大咧係一個比較安逸啲嘅地方啊，即係少啲患難咁啦嚇。咁你對我哋呢啲喺呢度嘅環境嘅弟兄咧有咩鼓勵？弟兄姊妹嚇。鼓勵我都唔知鼓唔鼓勵到嚇。咁希望喺呢個職場上，我哋要把握呢個平台嘅。如果大家係來自職場咧，我覺得呢個係已經被我覺得大陸至少咧就見證比較少啲。咁如果大家有大陸嘅負擔咧，如果你哋多倫多嘅喺職場方面已經係好平安、好豐富嘅咧，我哋一齊去幫助同樣喺職場上邊嘅全世界嘅嗰種困難中嘅弟兄姊妹，俾佢哋信心，俾佢哋資源。我覺得除咗禱告之外咧，一定要創新一啲商業模式，幫助一啲喺困難中嘅弟兄姊妹咧係有生意做，同埋嗰啲尋找生意嘅人咧，一定要知道自己生意嘅使命唔係淨係賺錢，淨係賺呢個安逸嘅生活。我覺得佢哋要賺靈魂，佢哋要賺翻同主耶穌同在嘅一種生命嘅一種狀態。如果有呢種狀態咧，佢會有揾到自己嘅使命，揾到自己嘅位置，同埋聽到聲音係呼召佢做緊啲乜。我覺得呢個係真正嘅平安同埋安逸。如果係淨係生活嘅安逸咧，有時未必嘅，因為疫情嚟咗之後就可以考驗到你係驚定係唔驚咧。唔驚嘅人我就覺得係安逸㗎啦。驚嘅人咧，我覺得就仲未去到最佳嘅狀態。我覺得呢個係上帝俾我哋全世界一種大考嚟嘅，一個考試嚟嘅。重新考慮下我哋係咪生命真正嘅有平安咧？如果係冇，我哋彼此鼓勵去揾耶穌；如果係有，咁我哋仲加要分享呢種平安俾一啲有需要嘅人。我覺得中國大陸而家係好需要真平安嘅，係好需要真嘅職場嘅山頭咧，係俾主耶穌重新掌管，同埋有美好嘅見證。我努力緊，希望大家一齊拼搏啦。係，好多謝你分享，好好。我仲想即係問一個問題，如果冇人問嘅話，我仲想問一個問題嘅就係話頭先你講即係關於喺呢個職場上咧，喺職場上嚟到表明自己嘅身份呢樣嘢係非常重要。我自己亦都經歷過。咁但係咧，即係在當初即係你又做呢個800蚊啊、8000蚊啊，一路慢慢做上去嗰陣時，會唔會話有一啲即係話試探啊，或者有一啲好難以嚟到去抉擇？因為你好可能會遇到一啲個能夠幫到你生意起嚟嘅客戶或者即係你需要用到一啲好有呢個你想要嘅技術嘅員工佢唔係信基督㗎，咁有冇呢啲咁樣嘅阻力？咁你點樣嚟到越過呢啲咁樣嘅困難？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分享咧？好多謝周哥哥，你嘅問題我最中意回答㗎啦，因為係每一個我哋做緊生意嘅人一定會遇到呢種掙扎。如果冇掙扎咧，就冇見證㗎啦。一定係有掙扎嘅。女人啦、金錢啦、權利我諗都係上帝考慮緊我哋係咪真信佢㗎。而家疫情仲係大考添。咁中考過咗啦，而家大考嚟咗添。咁依然係對緊每一個政客、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基督徒挑戰緊我哋嘅底線。你係會唔會堅持你係基督徒啊？你會唔會堅持去救人啊？堅持去開放緊你嘅生命啊？咁覺得我係好大挑戰嘅。你講咗兩個問題，第一，你係點樣去喺職場上去表露緊自己係基督徒嘅身份？會唔會有壓力或者有損失啊？咁我其實係平時做生意嘅時候係比較casual， 比較自然同埋幽默嘅一個人嚟嘅，唔係好死板嗰種基督徒，一定要講一啲特別嘅儀式食飯期前一定要祈禱嗰種基督徒。我覺得係睇環境嘅有時。但係咧，最終一定係有揾個機會咧，係表達緊我係基督徒。譬如有時
好簡單啦，點樣唔係開門就係講我係基督徒咁，覺得人哋會覺得好尷尬同埋好死板啊！有時佢通常大家做生意會帶下煙啊，俾下煙仔我食，咁我就話其實咧以前咧我就會一口回絕，我係基督徒唔食煙㗎，或者點樣啊，好似好清高咁樣啊！咁而家咧我選擇咗一個回答方式咧，我就話多謝你，我戒咗咯啊！佢肯定會問食字啦，或者係點解你要戒嘅？咁我就話，我93年之前，以前我嗰陣時信咗耶穌，以前我仲以為我有自殺嘅權利添，信咗耶穌先知道我傷害自己身體嘅權利冇咗啦。耶穌要我嘅命，又要我嘅錢，所以我冇得選擇去傷害自己噶啦。所以我而家要揾永生噶啦，所以我係基督徒啊。所以咧有時咧你講得一個好滑稽嘅或者係好幽默嘅一種選擇咧，又俾佢一個印象咧，哇！原來基督徒係唔傷害自己嘅，或者基督徒係又比較有品味嘅，有品味嘅，又比較誠實嘅。總之就幫主耶穌嘅品牌擦亮佢啦。所以呢個表露身份咧，唔係好似大家一講喺大陸講你係基督徒又受逼迫啊，唔使咁慘嘅。你講下少都可以講下自己係基督徒嘅。咁當然有時咧就譬如佢哋去夜總會，佢叫我埋單啊，或者係因為需要個生意啊。咁以前咧我無奈都埋過幾次嘅。其實咧基督徒做呢啲嘢咧，個祝福咧就基本上就冇噶啦。我就好少見到你靠呢個回扣啊，或者係靠3倍啊，可以賠出有幾大嘅生意啊。我嘅經歷咧就係以前都係覺得，哎呀係咪呢個會人哋都咁做，不如我都做埋啦。結果係冇嘅，生意又冇，錢又冇，咁咧就呢個管教好深切嘅，咁就依家咧唔使去咁樣做咧，個生意會追住你嚟嘅，所以有時真係唔係靠人嘅邏輯同埋可能信佛嘅或者係信其他嘅唔知信乜嘅咧，佢咁樣搞你又睇到佢發咗達，但係佢係佢嘅事，佢後邊嘅管教係點樣我哋唔知，但係我自己知道咧，我以前妥協嘅時候咧係冇好結果嘅，我都經歷過好多管教嘅。所以咧，我就而家咧就好小心去面對一啲嘢係 say no 嘅，有啲嘢係 say yes 嘅，咁樣一定有掙扎，一定有挑戰，但係每一次咧都係主耶穌得勝，100%嘅，冇其外冇另外嘅，同埋100%咧，如果你信服主耶穌咧，嗰種祝福咧係真實同埋係落地嘅，其他嗰啲係空中飄嘅，回答咁多唔知得唔得咧？非常好嘅分析，因為咧就即係你嘅生命咧係好自然咁流露出嚟，而且係會出嚟啊，唔係話按照舊約咁樣嘅律法啊，我哋要咁樣做，唔係話一定即係話喺外邦人面前，我哋一定要扮到好似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禱告食飯嗰啲咁。係啊，佢一定要知道係食人間煙火啊！我話我戒咗，我唔係話我唔食因為我食過食過煙，我亦都去過夜總會，但係咧我知道咁樣係唔啱嘅。你就喺呢個順服方面，唔單止係即係叫好謙卑，而且係好靈活咁樣，能夠即係叫話觸摸到即係叫話一啲唔信主嘅基督徒。多謝你個解答，多謝周哥哥嘅鼓勵。王弟兄你好，你好，你好，我再找一找，我在多倫多。我看一看哪一個是我叫快樂王子，我姓孫。快樂王子，好，對，找一下啊。看到只是一個圖片，對不對？孫逸超，對。好的。因為你們現在在深圳有跟這個香港有做很多的生意，那我想了解一下，這個現在在過去1年中呢，這個香港跟深圳這方面，你們做生意的關係啊，或者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那一般來講，在商界呢，對這近1年來的發生的事情呢，不管在商界或者是全運會之間，跟香港跟全運會跟深圳全運會之間的關係啊，怎麼聯絡啊？有沒有受到一些影響呢？好，孫弟兄，剛才那些廣東話你也能聽到啊？對，我在加拿大30-40年，我在香港也住過，對。你是全語通，這個對，這個非常好，這個平台的人我相信就是真的是很通。
那你刚才的问题是深圳跟香港的职场的弟兄有没有受这1年的各种情况的影响，生意减少或者是什么其他方面的连接减少，是不是？对，减少是必然的，因为现在的见面机会少了。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作为我们敏感身份的这种敏感度也增加了。我也知道很多的这个香港的牧者都被劝离了，那么包括 Hugo 哥哥也很少见面在深圳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影响线下这一块是多的，是影响是有的。那么另外从生意的角度来说，整个香港它是一个资讯金融和这个贸易为主，那它本身也逐渐在职场的领域的价值，我觉得正在被深圳和内陆呢追赶当中，所以它也在朝缩小方面的这发展。这也是90几年的时候，我听这个 Hugo 哥哥说，经常是大家多往大陆去，从生意的需要来说，也要去走到大陆去，因为大陆发展很快。那么当时的香港年轻人确实也不以为然，但现在看来，真的大陆发展还是蛮快的，因为它整个的有一些体制上的优势，还有一些这个内需的发展呢，还确实是发展很快。我在深圳，我能感受到它的这种发展是全球是一流的。那么从硬件的设施到体制的调整，到人文的改观，到人们的精神上的追求，我认为实际上大陆的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属灵的真空，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的。好，谢谢。好，谢谢快乐王子，希望你给我们也带来多一些的帮助和快乐。感谢主。OK， 好，谢谢。好，Samuel 哥哥，我的分享看看還需要我做什麼？係啊，咁咧就或者係最後睇下有冇啲弟兄姊妹多一個問題俾阿曉芳嘅，有冇一個最後嘅問題？我見到中間裏面有一位弟兄係馬來西亞㗎，係啦，阿黃裕明，阿 Bernard，你有冇咩特別問題要問嘅咧？阿 Bernard 可以開個咪啊！係，你哋好。喺度都係向大家學習啦。睇到這樣神即是講俾大家這樣經歷到好多好特別嘅事情在每個人嘅身上啦。咁樣當然神俾你經歷呢啲係有去特別嘅資在每個弟兄嘅身上，要去造就將藉着去所祝福嘅嚟到能夠鼓勵到更加多嘅即上其他嘅弟兄，或者係藉着咁樣能夠幫助到其他嘅弟兄嚟到能夠藉着將能夠嚟到帶領更加多失喪嘅靈魂歸向佢嘅角度啦。咁我都喺度學習緊。咁我而家係所講嘅就係睇緊個疫情嘅關係啦。就係講睇下幾時可以飛嚟飛去。咁至於講呢個中國大陸嘅事工嚟講咧，咁樣就其實都好想嚟到多啲了解嘅。咁樣藉着呢個而家你哋將所 set up 嘅呢個平台咧，咁樣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開始啦。咁樣希望以後都有更加多能夠藉着咁樣平台，能夠大家眾弟兄無論喺世界各地能夠嚟到得着聯絡同埋得着鼓勵。咁樣好多謝你哋嘅呢個嘅所舉辦嘅呢次嘅 set up 嘅呢個嘅 Zoom 嘅呢個 meeting 咁樣從中可以得着好多嘅呢個神所祝福到眾弟兄嘅唔同嘅地方啦。將暫時我都係咁嘅樣啦，係從中喺度學習啦，跟各位弟兄多謝主。收到，一切榮耀歸於你。繼續啦，鄭弟兄繼續，神要會大大藉着你使用你嘅，好，眾弟兄都係啦，好 ，OK，
睇下幾時將有機會到時飛出去嘅時候就睇下能唔能夠同你見個面或者咩啦。到時嘅疫情過後，神祝福大家，神祝福大家，係。阿 Bernard 你喺吉隆坡就係邊一度啊？我係喺怡保嘅，我見過你噶啦。我同阿 Frankie 阿 Jimmy Wan 阿 Hugo 佢哋係好熟開噶啦。係。我參加呢個 FGB 都應該係我睇有成10幾20年噶啦，應該。係啊，我認得到你。我見過你啊。係啊，咁咧就代表我哋問候我哋怡保我哋嘅弟兄啊。係，好。咁咧就我哋中間喺多倫多裏面咧，多位弟兄佢都係怡保人，咁我亦都去過怡保探過你哋啦。有啊，就係有見過面，有接觸過，有食過嘢，有飲過茶，都有聽過你哋嘅見證，大家有坐低過，有接觸過係。好，咁好多謝 Bernard 嚇，咁咧同埋嚟講咧，今日咧我哋嘅時間咧係差唔多啦，咁但係咧呢個咧係唔係結束嘅？喺結束之前咧，我哋要祈禱啦。第一，我哋為中國，我哋為中國咧，我哋繼續為中國禱告，都為中國職場嘅弟兄姊妹去禱告。因為剛才好似阿曉芳所分享嘅，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咧，佢雖然係談笑風生，但係喺背後裏面嚟講咧，都係刀光劍影嘅嚇。咁啊，當中裏面咧，佢咧即係佢見到一樣嘢好實在，就係咧有殺傷力。我哋嘅見證係湯土式嘅見證，係有殺傷力嘅見證。咁而當中裏面咧，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咧喺最危險嘅地方、最困難嘅地方裏面咧，其實係俾我哋咧係更多嘅嚟到係 training 我哋嗰個屬靈嘅 muscle 我哋嘅肌肉，我哋要做一線嘅運動員。咁當中裏面咧叫我哋唔好懼怕，特別咧喺呢個疫症裏面嘅時間裏面咧，雖然我哋人會懼怕，但係神喺裏面咧係叫我哋咧係要禱告，要依靠神。因為咧耶利米書第29章11節裏面所講，佢話耶和華所俾我哋嘅意念，佢嘅意念係賜福嘅意念，係賜平安嘅意念，並且咧係叫我哋末後有指望。咁咧呢個係睇到一樣嘢咧，就係神會俾我哋有 peaceful 有平安內心裏面。第二，亦都俾我哋咧係 hope in the future。我哋見到咧，唯一神俾我哋有一個指望，係永遠嘅指望。咁所以咧，求主耶穌幫助我哋，鼓勵我哋。亦都當中裏面咧，我哋咧都特別咧，我哋咧係為着咧，我哋咧係嚟到係為我哋呢個中國嚟到禱告，為中國我哋政府去禱告。因為喺當中裏面咧，我哋見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因為呢個係我哋嘅祖國。喺當中裏面咧，我哋相信神俾呢個我哋大部分我哋都係華人，我哋都係嚟自中國嘅，我哋要為中國祈禱啊。當中裏面因為聖經所講嘅所有政權，如果唔係出於上帝，都唔會有㗎。咁所以當中裏面咧，我哋要愛我哋嘅中國，我哋愛我哋呢個祖國，同埋我哋為中國祈禱，為我哋中國領導祈禱，為中國56個民族祈禱，同埋咧我哋為着咧好似曉芳喺當中裏面一個係一個點樣係一個實幹，係同埋一個成功嘅年輕嘅企業家喺當中裏面咧，佢哋會面對好多挑戰又好，好多嘅磨練又好，但係求主耶穌幫助佢哋，係叫我哋用帶住正能量、正面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唔係帶個負面，或者唔係帶咗個批評一個批判，係帶咗一個咧係祝福為中國嚟祝福，因為見到咧宣教中國，我哋聽到話宣教中國，咁今日我哋個華人，特別喺加拿大，我哋一班嘅華人裏面咧，我哋真係頭先講到就係我哋好冇乜挑戰又好，或者好平淡都好。政府話你唔得我每個月俾2000蚊俾你，你又好平淡咁樣嚟到過生活都好。但係呢個咧係好嘅，好感恩，我哋要感恩呢個唔係唔好，係感恩，因為全世界咁多影響好，加拿大都好啦，都係神都係俾我哋咧，都係有一個好平淡嘅生活。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唔好似喺個熱青蛙裏面俾個水煲下煲下煲死咗都唔知。我哋要放眼向呢個世界，特別喺多倫多裏面有200個唔同嘅民族。多倫多有200個唔同嘅民族，我哋能夠點樣嚟到同啲人傳福音？咁我哋咧係點樣透過我哋職場，我哋俾我哋係出錢、出力、出時間。今日點解商人團契一個角度性嘅一個服侍喺當中裏面咧？我哋要衝出一個點樣入到呢個社會裏面，好似剛才曉芳講就唔使話人話你唔食煙。通常一般如果你問我哋都係好熟齡㗎。我哋我係基督徒，我哋唔食煙嘅，我哋唔飲酒嘅
咁呢個都係一個表達。不過頭先你講表達裏面都係一個表達，就係話點樣嚟到係點樣咧？唔慢性自殺。咁所以呢個時間裏面咧，不如我哋大家一齊嚟到禱告嚇。咁咧，我哋一齊嚟到禱告，我哋為中國嚟到禱告啊，然後為職場裏邊嘅弟兄姊妹嚟禱告。我哋一齊開聲，一齊開聲嚇。耶穌，我哋多謝，我哋讚美你，主啊，我哋一齊嚟到你嘅面前，你有誠心嘅禱告。主啊，特別咧，我哋為着咧喺中國裏面，我哋為我哋中國我哋嘅政府嚟到禱告，我哋為中國50個民族嚟到禱告。主耶穌，我哋多謝你，我哋讚美你，因為我哋係中國人，我哋都係華人，但係我哋知道上帝，你見到有14億個同胞，主啊，我哋呢個時間裏面，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嚟呼求主耶穌，一齊我哋開聲咧，一齊我哋開聲，一齊嚟到禱告，一齊要呼求主，因為多謝我一齊嚟到呼求主耶穌，就因為知道上帝喺當中裏面，主喺你揀選我哋，主喺你尋找我哋，但係當中裏面過去有好多宣教士去到中國裏面，主啊，佢哋將佢生命嚟擺上，其實今日唔係一個短宣，又唔係一個長宣，係生命嘅擺上，因為多謝我哋讚美你，因為你要將50個民族帶到主耶穌面前，我哋感謝我哋讚美你，喺呢個時間裏面，因為曉芳你又多謝你，因為你揀選你曉芳，將祝福佢嘅家庭，祝福佢兒女，祝福佢嘅公司。喺中國裏面，所有嘅工商嘅團體、將職場嘅團體，耶穌，你求你都幫助佢哋，所謂使用呢個曉更多嘅，叫佢哋幫助廣大，繼續為之發光。耶穌係中國教會，中國教會，就要宣教中國，宣教中國。今日我哋見證到神你自己嘅恩典，只係雖然有我哋當中面。有落單，雖然唔能夠坐飛機往來，但係主啊，我哋感謝你，你俾我哋嘅平台裏面，讓大家能夠可以分享你嘅生命嘅經歷。主，我哋感謝你，主，我哋讚美你，主，我哋多謝你。主啊，因為喺世界各地裏面，主啊，你興起你嘅僕人，一線嘅運動員，喺世界各地裏面，主啊，你使用我哋每個人，耶穌，我哋多謝，我哋讚美你，求你使用我哋主耶穌，奉耶穌嘅聖名祈求，傳俾你嘅道，到地極，哈利路亞，謝讚美耶穌。親愛天父，我哋再一次，我哋滿心，我哋感謝讚美你。喺今日喺呢個早上嘅時間。主啊，你透過呢個 Zoom 嘅平台，你讓我哋能夠無論喺加拿大、中國、越南、馬來西亞、深圳，我哋都能夠連埋一線，因為我知道係神你自己當中用愛嚟要呼召我哋。主啊，我哋為着我哋中國有一班嘅弟兄姊妹，佢哋嘅忠心，我哋要感謝神。主啊，當中裏面佢所面對嘅挑戰，每日面對喺當中裏面喺商場上。面對好多嘅引誘，但主喺當中裏面求你保守佢哋。主喺當中裏面，佢哋成為職場嘅使徒，我哋感謝我哋嘅神。特別我哋為着阿曉芳，我哋感謝主。主喺當中裏面20幾年前，你要揀選佢，以至佢能夠喺一個職場裏面成為一線嘅一個運動員。主喺當中裏面，你磨練佢，你磨練佢嘅生命。主係求你嘅聖靈嘅恩膏繼續膏佢。主啊，你嘅寶血繼續嚟到係潔淨佢，主啊，使到佢嘅家庭以及佢嘅公司嘅職員、佢嘅客戶，主啊，你睇到當中裏面佢係活生生嘅見證人。主啊，我哋感謝你，亦都鼓勵到我哋喺一個自由嘅世界，或者一個咁穩定嘅世界裏面，但係我哋冇真正嘅自由，因為我心靈裏面仍然都俾個世界，仍然都俾好多宗教嘅靈你要捆綁住，以致我哋得唔到釋放。但係神啊，你叫我哋要向世界出發，背起十字架嚟要跟隨你，面對世界嘅挑戰。正如阿 Joshua 所講嘅，我哋要將呢個見證係向呢個社會裏面，向7個山嶺裏面要宣告，要 proclaim， 要 pronounce 出嚟，因為我知道要宣告神嘅話，要宣告出嚟，我哋福音要宣告出嚟，因為福音係神嘅大能，係拯救一切相信人。主耶穌，我哋多謝你。我哋讚美你，仲有我哋喺面前嘅禱告，我哋奉耶穌嘅聖名祈求，阿門。阿門。阿門。裏面我請阿曉芳，曉芳亦都為我哋呢個係加拿大同埋其他國家嚟到禱告，
因為見到就係話人嘅心靈裏面冇神冇聖靈就冇真正嘅自由，因為亦都受罪嘅捆綁啊。當中裏面請曉芳你要為世界各地為加拿大嚟到禱告。可唔可以用普通話咧？可以。我試下廣東話啦。好，親愛嘅天父，多謝你揀選咗我哋。我諗而家喺呢個平台上邊嘅弟兄姊妹嚟喺度嘅，都係你所認識嘅，你拯救嘅每一個靈魂。我都希望我哋可以攜手喺加拿大或者喺全世界各地咧，都為職場嘅每一個男人、女人去禱告，求主打開佢哋嘅眼去認識你，打開佢哋嘅心可以與你可以接觸，打開佢哋嘅生命咧，可以俾你所使用。無論佢哋喺好安逸嘅生活，或者係好有挑戰嘅環境，求主都藉住呢個打開佢哋嘅心咧，令到佢哋明白主耶穌點解要創造我哋，上帝點解要創造我哋嘅使命係乜嘢？我哋喺世界上仲有幾廿年嘅時光陰咧，去做乜嘢最有價值？仲有啲咩可以有價值可以幫到人嘅事情？主耶穌，求你開我哋嘅眼，同埋供應我哋所需嘅一啲環境或者物質或者係各種支援，令到我哋可以達到主耶穌所俾我哋嘅呢啲目標，令到主耶穌創造我哋嘅目的咧就唔會係失望嘅。主耶穌，求你使用我哋呢班無論係加拿大或者係全世界各地嘅每一個職場嘅人，去復興我哋嘅職場上手上嘅工作，令到世人睇到咧，原來基督徒所做嘅嘢咧係咁完美嘅，原來基督徒所做嘅嘢咧係咁信得過嘅，原來基督徒所講嘅嘢咧係咁信實嘅，因為佢哋所信嘅上帝咧係真實有愛嘅。主耶穌，無論呢個世界環境係點樣惡劣，疫情點樣複雜，或者係國與國之間幾咁複雜，求你令到我哋每一個愛你嘅基督徒，愛你嘅弟兄姊妹可以活出唔同嘅生命，有美好嘅見證，可以喺社會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地方去見證你嘅同在，見證你所講嘅一切係真實嘅。我哋嘅祈求、祝福、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我哋再次係代表我哋多咗一次多謝曉芳Joshua 咧，你今日同我哋分享你嘅生命嘅見證。咁喺當中裏面咧，我哋繼續嘅嚟到係彼此嘅嚟到係保持聯絡。咁亦都咧係都我哋鼓勵弟兄姊妹啦，因為咧我哋逢禮拜一至到其實禮拜一至禮拜五朝頭早咧，都喺個平台裏面咧7點半至9點鐘都有個祈禱會讀聖經祈禱嘅。咁歡迎大家，因為呢一個平台裏面咧係俾每一個人每個基督徒。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禮拜朝頭早我哋都有一個守聖餐嘅聚會。咁有啲因為教會亦都被人有開放，咁所以咧都係仍繼續。咁所以我哋都係歡迎大家。咁而另外一方面咧，都喺個平台裏面咧，禮拜六朝頭早，我點解要向世界出發，背十字架去跟隨耶穌咧？因為過往我哋都係朝頭早，我哋都係大概7點鐘咧，就喺我哋嘅省政府嚟到係為國家祈禱同埋為中國祈禱啦，同埋去到教堂街嗰個地方咧，係而家成為同性戀街。咁我哋喺個地方嚟到為教會嚟到復興嚟到禱告，合一嘅禱告。咁所以我哋見到一樣嘢就係咧，係透過神俾雙人團契你嘅使命裏面咧，就係要向世界出發嘅。當中裏面咧係透過我哋嘅生命咧係影響生命。咁而都有個預告啦。咁亦都下個禮拜六喺個禮拜六裏面曉芳你都識嘅阿 Desmond 阿傅氣清弟兄。咁佢而家咧就係香港去到上海去到呢一個杜拜。咁佢而家咧係喺杜拜，特別咧困住喺杜拜嗰度咧。咁佢而家喺杜拜裏面咧係做緊生意，亦都係職場，亦都喺當中裏面咧。下個禮拜裏面咧，我哋都係邀請佢哋同我哋分享嘅。咁所以大家都嚟到留意。咁好，咁喺個時間裏面咧，我哋再啲多謝耶穌。咁我哋感謝主。咁我哋咧就係最後咧一首我哋嘅快樂人歌。阿 Alan 咧可唔可以咧係一首我哋世界上最快樂嘅人？我哋嗰首詩歌可以打出嚟啊！我冇喺手，阿 Simpson 你打唔打到？我 OK 啊，我 OK。好，阿 Simpson 咧就係講唱呢個快樂人，因為實在
呢個世界裏面真係好似恒生指數起起落落，落嘅多，起嘅少，但係而家啲股票係咁升，啲股票係咁升啊！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咧，梗係點咧？人嘅心靈裏面咧，就俾個世界，俾撒旦咧，好似個吊線公仔咁樣扯嚟扯去。所以如果我哋仰望呢個世界嘅話咧，你會係好辛苦㗎。但仰望耶穌，你係有平安同埋喜樂。咁所以咧，就我哋咧，臨結束之前咧，我哋唱我一首我哋嘅主題曲啊！啊，呢個主題歌裏面咧，世界快樂人。聽唔聽到啊？係，聽到。快樂，我是個快樂人，快樂是快Amen. Hey, Yes. Amen. Yes. Amen. 好，多謝曉光，主祝福你。好，多謝主多謝 Sammy 哥哥，多謝祝福你。多謝大家，祝福大家。神賜福你，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